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北上深圳有咩睇？今次會同大家行華強北電子世界。前往深圳華強北電子世界的交通方法，你可以乘坐跨境巴士到皇崗口岸，轉乘地鐵到華強北站，在地鐵出口上幾層就到地面。華強北電子世界主要有電子零件、電腦、相機、手提電話、影印機和相關電子產品售賣，款式好多。呢間鋪頭都有提供電腦和相機維修服務，觀眾有需要可以攜帶你的器材到鋪頭維修，維修電子可即整即走。大家想購買電子產品時一定會超出預算，點樣節省金錢？深圳離境退稅就可以幫到你，只要符合境外旅客身份，連續喺中國境外居住不超過183日，就可以符合資格申請退稅優惠。申請要符合幾個條件：第一，旅客在店鋪購買物品超過200元人民幣以上，而商品未開啟過；第二，離境日期同退稅物品的購買日期不超過3個月。所有購買退稅物品由境外旅客本地人隨身攜帶出境。點樣做呢？第一，你可以去指定店鋪的離境退稅商店購買商品。第二，購物後，旅客向店鋪申請離境退稅表格。第三，旅客可以到任何一個口岸辦理離境手續後，可以到退稅商店辦理退稅手續，辦理後可以退返現金的8%，視乎購買金額幾多錢。旅客要有興趣了解，詳細內容請上官方查閱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大家訂閱和追蹤，讚好、留言、分享今次影片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